大家好啊，我係小黃。話說近期兩餸飯界又再風起雲湧啦。點解？喺香港有幾間分店嘅拳法小廚，近期喺尖沙咀大展拳腳，新開咗一間2層高，號稱係全港最大型嘅兩餸飯店。哇，乜玩到咁大啊？作為拳法粉絲兼兩餸飯界非專業研究員，新開張當然要去湊下熱鬧，順便同大家實測近期喺機場新開張嘅兩餸飯店。呢間係拳法最大分店，估唔到新開張都有唔少人嚟排隊噃，唔通係炸蟹鉗嘅關係？因為第一日新開張，頭300位客人會免費獲得1隻炸蟹鉗。兩餸飯價錢同其他分店就差唔多，兩餸飯43蚊，3餸飯53蚊。食物選擇方面同其他分店差唔多，因為一開始嗰陣呢，食物仲未完全出晒㗎，冇太多款俾我選擇，所以再影多段俾大家參考一下。第一日流程上有改善空間就在所難免㗎啦。如果係堂食，記得要講清楚啊！我覺得呢，職員可以問多句堂食定係外賣，咁樣就方便又環保。以前嘅兩餸飯堂食呢，通常都係比較細嘅，哇！而家設計到媲美餐廳一樣啊，直接同附近嘅餐廳競爭。用餐地方以簡約現代風為主啊，採用柔和嘅米白色同埋淺綠色。睇到呢種簡約嘅風格呢，令我第一時間諗起麥當勞啊！唔通想成為兩餸飯界嘅麥當勞？冷氣就好足夠嘅。呢啲高腳凳就啱晒我呢啲 I 人，可以望住附近嘅街景食飯。不過就一定唔及旁邊嗰啲普通座位舒服噶啦。如果座位下面能夠設有儲物空間，就更加方便啦。我要咗個3餸飯，堂食係用不鏽鋼盤去裝噶。嗱，我知道你哋諗緊啲乜嘢噶。食物係微暖嘅，我就唔肯定係煮好咗一段時間啦，定係我只顧影嘢，冷氣太凍導致食物變凍，呢點我就唔評論啦。黑醋骨作為招牌菜之一，基本上次次去拳法我都會點呢款菜式噶。呢道菜以炸過嘅排骨啦，配搭生抽、黑醋同埋糖等調味料，炆煮到結身收汁。黑醋骨一共有4件，表面呢係香脆鬆化，帶少少煙韌嘅口感，酸甜適中。糖醋汁甚至係呈現出呢輕微嘅拔絲效果添。我認為呢款黑醋骨保持到拳法一向水準。雲耳蒸雞係一款家常風味嘅菜式，除咗有主角雞之外呢，配搭雲耳、紅棗、杞子、葱去煮成噶。雞肉肉質唔柴夠入味嘅，雲耳就帶嚟爽嘅口感，啲汁都入晒去，味道鮮味，呢款都 OK 噃。炸蟹鉗因為開幕優惠啦，免費送嘅。炸蟹鉗喺拳法就唔係經常都有噶，通常大時大節先會出現嘅，好誇張噶，有時甚至要預訂添。炸蟹鉗做到外脆內軟，蝦膠就好彈牙嘅，炸完出嚟又唔會話太油噃，好似酒樓炸蟹鉗嘅味道咁。唔通係免費特別好食？加少少甜酸醬，酸酸甜甜會更易入口。我見到韭黃炒蛋賣相都幾好喎，所以就試下啦。佢又係一款家常菜，主要有蛋啦、蝦、葱，炒蛋都滑嘅，蝦肉都爽彈，蝦味只屬一般嘅啫。因為加咗韭黃關係啦，令到雞蛋有淡淡嘅韭黃香味。呢款食物正常發揮，冇驚喜，但亦都冇挑剔嘅地方。我加錢要咗杯檸檬茶，呢杯檸檬茶呢，就略嫌佢嘅茶味唔係好夠啊，偏甜咗少少，淨係飲到糖水嘅味道。如果唔點飲品，呢度都有冷熱水供應，免費㗎。我聽到唔止一位客人講呢，形容呢度嘅菜式係酒樓嘅味道，可能之前老闆係開酒樓關係啦，所以食物做到酒樓嘅水準都唔出奇。唔知道係咪老細自己炒嘅呢？兩餸飯店開喺尖沙咀度，我諗對象除咗附近上班一族之外呢，遊客都係對象之一。而家兩餸飯呢種獨特嘅飲食文化都好受遊客歡迎㗎。我認為呢度嘅兩餸飯嘅水準都符合預期。如果你係中意食兩餸飯，都可以一試嘅。最後介紹前往方法，大家可以坐港鐵去到尖沙咀站，然後由 A2 出口離開，一出去行前少少就到㗎啦，位置好方便。我最中意去機場，特別係行呢條斜路，每次經過代表又可以去旅行啦。機場有多間餐廳食肆，絕對唔需要擔心食嘅問題。原來兩餸飯已經靜悄悄咁樣殺入機場2號客運大樓，今次真係無處不兩餸飯啦！
呢間兩餸飯店位於2號客運大樓，要去呢度呢，機鐵站下面有條通道可以前往2號客運大樓嘅。2號客運大樓就喺明年3月開始，將會陸續有航空公司進駐。呢座客運大樓商店都係行平民化路線，有喺香港越開越多嘅瑞幸咖啡。我樓下嗰間唐記都搬到嚟機場啦。呢間係食茶餐廳街頭美食。最受歡迎一定要數呢間兩餸飯店，見到有好多機場職員排隊幫襯。其實機場職員本身都有員工餐廳啦，但係佢哋都嚟到買兩餸飯，證明質素應該唔會太差。兩餸飯店開喺機場，價錢自然貴啲㗎啦。兩餸飯50蚊，三餸飯55蚊。同大家睇下有乜嘢食先。食物選擇方面都有唔少選擇㗎，常見兩餸飯菜式好似咕嚕肉啊、炸豬扒都有嘅，都幾多肉類，亦都有一啲菜啊、魚類，款式媲美外面嘅出品。飛機餐係咪好食？大家心裏有數啦。唔知道你又會唔會去旅行前整翻個兩餸飯先上飛機呢？呢間兩餸飯店係冇堂食嘅，咁買完之後去邊度食好呢？對面嘅長凳咯。呢度有台有凳，仲可以一邊充電一邊食。不過食起上嚟先知麻煩啊！張凳同座位有啲距離，食飯嗰陣就要向前咁樣傾，中前咁樣食，實在有啲唔方便。真係攞住嚟食好過。我要咗三餸飯，有我最愛嘅黑醋骨、咕嚕肉同埋西蘭花炒蝦，全部都係我平日常叫嘅組合嚟㗎。因為我係比較中意酸甜嘅食物㗎，餸菜嘅份量適中，好似我叫三餸飯咁啊，食完都好夠飽。先講咕嚕肉啊，呢道菜可以講係兩餸飯界嘅人氣之選，因為夠穩陣啊嘛。揀咕嚕肉無非就中意佢擔擔喐，酸甜嘅醬汁好開胃嘅，用嚟撈飯食最適合不過。咕嚕肉都有5、6塊嘅，除咗咕嚕肉，仲有菠蘿、紅椒、青椒。咕嚕肉炸得脆口，裏面保持到軟腍，唔係硬骨骨或者腍啤啤嘅。我認為酸甜比例適中，唔會過酸，唔會過流，底部個汁會甜少少。如果你中意食咕嚕肉，呢度嘅出品應該都啱你心水。黑醋骨又係另一款好好餸飯嘅食物，呢道菜就講求味道酸甜平衡。有時食黑醋骨，黑醋嘅酸味會好勁好搶噶嘛，呢度處理得幾好嘅，酸中帶甜，肉質軟腍，食落係帶少少黐牙質感。黑醋骨都 OK 啊，唔輸俾外面嘅出品，用嚟撈飯都唔錯。有時食嘢就係咁噶啦，你見咁多日日喺度返工嘅職員幫襯，質素一定唔會太差。正如喺外國食嘢一樣啊，如果一間本地人多，一間遊客多，我就一定會揀多本地人嗰間，因為地膽始終先知邊間好食。至於西蘭花炒蝦，有啲地方呢就會用大隻少少，好似酒席用嗰啲蝦咁，口感就自然好啲。呢度呢都有6隻蝦咁多噃。呢度雖然係細隻啲，同一般嗰啲差唔多大細，我反而中意咁樣噃，可以食多幾隻啊嘛。不過我都睇過有人話淨係得2、3隻蝦啫，一切以店家為準，少咗唔關我事噶。蝦肉都爽嘅，西蘭花都爽脆，睇落簡單嘅小炒，其實最考師傅嘅手勢。以兩餸飯嘅標準嚟講呢間都 OK 噶，甚至比我樓下嗰間兩餸飯店仲好食啊！難怪連機場員工都爭住買啦。嗱，講明先，唔係賣廣告啊，當然就唔係叫你山長水遠嚟到機場食兩餸飯啦。隨時車費仲貴過盒飯啊，都係俾大家參考一下。原來機場都有兩餸飯，我食嗰陣呢有幾隻蚊滋飛嚟飛去，好煩啊！今集為大家介紹咗2間新開嘅兩餸飯店，唔知道大家又有冇一啲心水好介紹呢？不妨留言討論一下。今集時間差唔多，記得要訂閱、讚好同埋撳埋旁邊嘅鐘仔。多謝各位收睇，開心嘅時間過得特別快，又係時候講拜拜，拜拜。